长新讲的乌叶奶鸡嘛是同款的状况，因为落大雨，当咧开火奶鸡授粉不全，落甲规涂骹。稻谷农种4架外，剩一成会当来收成，参的付工钱都无够，规气是放弃采收，等于一年冬的心血总去了，真无奈。奶鸡树啊，拢无发什么果子，嘛无完全到分。顶礼拜落大雨，予台中新港地区的乌叶奶鸡损失严重。当伫咧开花期的奶鸡全部去互拍掉。70多岁姓王的果子农和阿兄做为种4架外，即摆刚剩一成。第一点，你叫工人来慢慢迄一2粒关啊，伊举腿来踩落，搁爬去搁落来，我敢工钱敢有？朋友讲，种50多年，上济满过14万台斤。去年因为高压减水，刚剩3、4万台斤。本来5万，今年的大收，想不到即摆落大雨，予奶鸡刚剩1万台斤。啊，实在真正吼，收无够拢有钱啦。民代向中央含地方争取补助，乌叶奶鸡达公顷9兆6万里，希望当减少农民的损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